据中国官方《新疆日报》12月15日报道，新疆油田在准噶尔盆地新建的马湖油田年综合生产力超过200万吨。据报道，2018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准噶尔盆地建立、组织、协调和实施现场勘探开发项目，以加快勘探和开发进程。至今为止，已实施了16亿吨3级石油地质储备。中国占领者正在加快东突厥散资源开发和争夺步伐。报道称，根据发展计划，到2025年，马湖油田的原油产量为500万吨，将稳定生产6年。美国穆斯林团体指控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在给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一份信中，包括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在内的美国穆斯林团体联盟表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对中国的力量感到畏惧。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和维吾尔和平平台编写的这封信已寄给伊斯兰合作组织，并有150个组织签名。信中列出了中国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包括集中营、强迫劳动和强制绝育等。穆斯林团体在信中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为维吾尔穆斯林大声疾呼，采取实际措施，包括保护和庇护流亡维吾尔人，支持美国等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施压。据路透社报道，2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周四告诉路透社，美国定于周五将包括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内的数十家中国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这被视为特朗普巩固其对华强硬政策遗产的最新动作。总体而言，预计美国将在所谓的实体名单中增加约80家公司和关联企业，几乎都是中国公司。消息人士称，预计美国商务部新增加的这些公司包括一些华盛顿所称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也包括一些帮助中国军方在南中海建造人工岛并将其军事化的公司，以及一些参与侵犯人权行动的公司。过去1年多来，美国政府已将数十个参与中国政府侵犯维吾尔等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和旷视科技。据英国路透社最新消息，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日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限制中企在美上市。报道称，这是特朗普下月离任前共和党人威胁中国的又一工具。该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将被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不少分析称，该法案可能阻止一些中资企业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除非他们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和国防部长阿卡尔和乌克兰外交大臣德米特里以及国防部长安德烈举行了2+2格式会议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根据土耳其外交部长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和外长乔乌什欧卢于12月17日至18日对乌克兰进行正式访问。声明说，双方重申了共同的意愿，即通过执行先前的协定和扩大政治、文化、经济和国防领域的合作，继续发展和加强战略合作。声明说，黑海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及其后果受到威胁，强调要尊重国际公认边界内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声明强调，土耳其在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在内的国际公认边界内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